他既然跟我问了一句话，好，你现在打开框架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多久没做爱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这一次那个高雄巨蛋预计带来怎么样的舞台？舞台？对，比如说哪些歌曲啊？歌曲的话可能会唱到40-50首，因为我们歌单开出来了以后，大家都吓了一跳，说怎么有这么多首？可是我觉得30年了，不唱个够，好像不晓得有没有在30年。不要说在30年了，我觉得把握这个现在哦，我希望演唱会能够跟大家更接近。那个接近呢，其实常常都会。很多歌手有这样的梗，就希望说啊，我跟你们更近距离。可是我希望我能够让你看，因为这么多年来你支持我30年，你如果从小听我的歌，你现在也传播神经嘛。你如果中年的时候听我的歌，你是妈妈做阿公阿嬷，我多么希望跟你们一起同欢，像嘉年华一样。所以我希望更近距离的。什么人最亲？跟你一起睡觉的人最亲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想跟大家一起睡觉。我在现场会有这样的一个梗。你说准备一张床吗？对。然后被抽到的，来上来，我们睡觉，对。床边聊天。对，我希望呈现这样，而且一起唱歌。我就在床边，人家是床边讲故事，我是床边唱歌。这样子讲好像写出来不晓得会变怎样，我不知道。一起上床。以唱片公司来讲，他希望你是个乖乖牌，他希望你留长发，他希望你穿长裙，他希望你穿得非常 lady， 他希望你的言行呢，不能出了那个框架。譬如说讲话要，想讲的话不能讲，只能讲公司规定讲的话。但是慢慢的，我觉得那根本不是我，我做了几十年的不是我。到了后来自己开了自己的工作室以后，才慢慢的成为自己的我。我还是想做一个非常真实的自己。高了，可是现在的我就觉得没关系，你问什么我绝对敢答。所以我记得我的框当我说我要把这个框架打开的时候，许常德老师他是个非常非常怪咖的人，他什么话都敢讲。他既然跟我问了一句话，好，你现在打开框架对不对？那我问你。多久没做爱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说等我整个票房全部加场再加场以后，我一定公布。